活了30多年才知道一次性筷子这头是干啥的，原来它是这么用的，感觉前半生真的是白活了。2. 锅铲原来是放这里的。3. 袋子剪开后像这样保存，方便又实用。4. 可乐打开后没有喝完，储存时液体按压到瓶口，再盖上盖子，可乐还保留原有的口感。5. 我打赌你是这样直接拉开的，然而应该是这样再这样。6. 用叉子插进虾壳边缘，轻轻一拉就能完整取出虾仁。7. 大蒜对半切开，这样轻轻一拍，大蒜就完整的取出来了。8. 鞋带炸毛了，用一根吸管剪下一部分，从鞋带的这一头给它穿过去，最后用打火机把吸管烤一烤，让它收缩，这样鞋带就修复好了。9. 把创可贴两端各剪一刀，这样贴合起来更加紧实，而且方便手指活动。10. 纸杯底部插上吸管，放进袋子里，套在吹风机上，打开吹风机就可以做成真空包装。可乐的力量有多强大？不看完你绝对不知道。1. 头发不小心沾到口香糖了，把头发放入碗中，倒入可乐，口香糖就能轻松取下来。2. 可乐加入洗洁精，摇晃均匀，喷一喷，抹布一擦，立马焕然一新。3. 白醋加可乐，喷在玻璃上，玻璃干净又明亮。4. 可乐加上洗衣液，发黑发霉全消灭。5. 把生锈的扳手放在杯子里，倒入可乐，静置半小时，拿出来轻轻擦洗，又是一把100年好扳手。6. 可乐加上洗衣粉，摇晃均匀，喷洒在马桶黄渍处，黄渍异味立马消除。7. 烧水壶里污垢太多，把可乐倒进水壶内，加热沸腾后把水倒掉，水壶就跟新买的一样。8. 炒菜锅底总是乌漆漆的油渍，加入1厘米牙膏，食用盐、小苏打、白醋、可乐、洗洁精，加水搅拌，放入浸泡1800秒，最后用清水冲洗干净，还能传100年。关注我，学会更多生。把大虾塞进矿泉水瓶子，然后呢装满水，一定要装得满满的，拧紧盖子放冰箱冷冻，这样保存1年都不会坏，吃的时候和新鲜的一样。2. 把筷子插进山药，然后正常削皮，再也不怕手痒了。3. 冷冻的肉千万不要用水直接泡，教你一招，3分钟解冻，加入300粒盐，50毫升白醋，倒入温水浸泡3分钟，这样解冻的肉比新买的还好吃。4. 当纸巾折叠，用水打湿，放在菜板上，这样切洋葱就不会流眼泪了。5. 切菜时总是粘在刀上怎么办？我们先准备一根牙签和一个透明胶，把它们粘在菜刀上，这样切菜时就很方便了。6. 水开先烫勺子，然后再刷油，打入一个母鸡蛋，等鸡蛋烫至定型，开水再煮2分钟，荷包蛋做好了。7. 西兰花放到水里，给它撒点食用盐，可以杀菌，再撒点面粉，可以吸附灰尘，给它浸泡5分钟，虫卵和灰尘都吸附出来了，再用清水冲洗2遍，这样洗西兰花吃起来才放心。8. 家里炸东西剩下的黑油怎么办？1勺淀粉1勺水，搅拌均匀，6成油温下锅炸，让淀粉充分吸取油内杂质，炸至淀粉凝固捞出即可。看油是不是变清澈了？关注我知道更多生活小技巧。这才是真正的实用生活小妙招，学到就是赚到。1. 煮鸡蛋时放一片柠檬，不仅可以防止鸡蛋破碎，剥壳的时候也更容易。2. 我们平时打鸡蛋想要蛋清分离怎么做？教你一招，准备一个小漏斗，把鸡蛋打进漏斗内，然后轻轻的摇晃一会，蛋清蛋黄完美分离。3. 煮东西的时候，里面的汤很容易溢出来，这时候我们只需要放2根筷子在锅上，就可以防止溢锅了，真的好用。4. 最科学的解冻方法你知道吗？准备一个金属锅倒扣过来，把冻肉放在上面，再放上一口锅，上面的锅里放入冷水，等待15分钟，肉就解冻好了。这样解冻不会破坏肉质口感和营养成分，就和新买的一样新鲜。5. 活了30年才知道电饭锅里的刻度是干啥用的，左侧的数字代表几杯米，就是配套的量杯，加2杯米，水位线就加到2字处，4杯米就倒到4这里，同样的5杯、6杯，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每天分享小妙招。只有聪明人才知道的生活妙招，学会保证不吃亏。1. 钥匙掉下水道里怎么办？把绳子对折穿过水管，留出个小圈，把它放进下水道，套住钥匙，抽紧绳子卡住钥匙，这样就可以把钥匙拉出来了。2. 搞卫生移动冰箱太费劲，可以试试这样，在底下垫块香蕉皮，就可以轻松把冰箱移走了。3. 水龙头接水管怎样才绑得牢呢？先把铁丝交叉一圈绑在水管上，用钳子把铁丝一端拧紧，再把交叉这边也拧紧，这样绑水管牢固不易脱落。4. 螺丝打滑了拧不下来，偷偷拿来女朋友的橡皮筋，把它放在螺丝上面，再来拧螺丝就不打滑了。5. 同样粗的水管对接妙招，先用橡皮筋分别套在水管端头，再找来一个矿泉水瓶，用刀裁开，取其中间一段，把它套进2根管子接口处，然后用热风机加热，直至塑料瓶收缩紧裹，这样就接好了。6. 自制移动洗手桶，首先在油桶上割个和注射器一样大的口，注射器把端头切掉，再挖个排水孔，把注射器装在油桶上，并用胶粘牢，移动洗手桶就做好了。拉出活塞就出水往里按就关上了。关注我每天分享生活妙招。
还是大学生该看的青年大学习教00后90后生活之水果篇。柚子买顶部是圆的，不要买这种尖的；苹果不要这种点点的，要那种线条感的，上下两头越深越甜。挑西瓜看瓜期，小的要比大的更甜更好吃。葡萄最底下的甜，整串都甜。选荔枝要选果皮比较粗糙的和小，不要选这种全红的，要选捏上去有点弹性的。榴莲两个相邻的刺可以捏动的是成熟的榴莲，屁股平的皮薄肉多，不要挑太尖的，要选微微有一点裂口的。裂口大的容易变质。哈密瓜不要买糖馅没到根的，要买糖馅挨到根的。越新鲜的山竹果蒂越绿，果皮软软的，轻捏能回弹就好。这些花瓣就代表果肉，5个花瓣5个果肉，6个花瓣6个果肉。草莓不要选全红的，要选红里带白点的草莓，要选大小一致的。关注我，每天分享更多实用小妙招，教你几个小技巧，学会别告诉别人。1. 这样用订书机钉子很难拆下来，只需临时定时按住底部圆环就可以旋转钉板，这样订书针是朝两侧折叠的，一拔就可以轻松取出。2. 肥皂下面安个瓶盖，这招真是强烈推荐，不仅防水不说，随拿随用，特别方便。你说让香皂和情何以堪吧？3. 把家里的毛线团团全部缠绕在凳子腿上，平均分成几等份，将毛线团团剪下来，粘在网格上面，就是一个好看又实用的地垫了。4.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用螺丝钉转木头边缘时，木头会劈开，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只需要掐断螺丝的尖部就完美解决。5. 数据线总是杂乱无章，只需在一支笔上缠几圈，用吹风机吹几下，一个弹簧数据线就做好了。6. 路上捡来的针管抽一管水，注射在墙面鼓起来的地方，毛巾一擦就恢复了。7. 钥匙不小心断在锁孔里面，不要着急，准备一根胶棒，用打火机加热以后，立即对准锁眼位置，等待胶棒凝固，轻轻一拔，钥匙就出来了。关注我，学习更多小妙招。活了30多年才知道的生活小妙招，看完保证不吃亏。1. 把湿巾袋子揭下来撕掉包装，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贴在插座上，用完盖上盖子，避免孩子误触。2. 剪刀时间久了不锋利，找出一块厨房用的锡纸，剪刀在锡纸上剪上几刀，再团成小团，摩擦一下刀刃，剪刀就重新变得锋利了。3. 直接手拿锅丝球刷锅会弄脏手，找来一个饮料瓶，剪掉头部，在钢丝球中间穿一根绳子，从瓶口穿过去，拧紧瓶盖，这样钢丝球就多了一个手柄，再也不用担心弄得满手都是了。4. 门上的双面胶不好去除，将风油精涂抹在胶印的表面，稍等片刻就可以直接撕下来了。5. 用牙签在纸杯底部扎满小洞，然后放入另一个纸杯，再放入茶叶，倒入开水，泡好后把上层拿掉，一杯茶就泡好了。6. 把大蒜切成片，放进杯子里，倒点洗衣液，再倒点温开水，盖上保鲜膜，静置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把它装进喷壶里，喷在厨房、卫生间等角落，再也不担心有蟑螂了。关注我，知道更多生活小妙招。活了500年才知道的生活技巧，千万别错过，特别是第6个。1. 在扫把上沾上透明胶，这样扫地，地上的毛发、灰尘都会粘在胶带上，扫完把胶带撕下完美。2. 在菜刀上面撒点盐，然后再倒点白醋，再找一个土豆在菜刀上面来回摩擦，背面也是一样的，然后用清水冲洗一下，这样磨出来的刀啊，又快又锋利。3. 一包药一次吃不完，跟我这样做，先用剪刀剪2下，然后开始折叠，大概折叠2到3次，再把剪下的部分套在袋子上，这样封口就完成了。4. 放点铝箔纸，来点食盐，加入牙膏，倒点白醋，把发黑的银饰放里面，倒入滚烫的开水，搅拌搅拌，静止一会儿，你看是不是和新的一样？5. 我打赌99%的人是这样拉开易拉罐的，然而应该是这样再这样。6. 冰箱怎么调最省电？冬天调到5至6之间，春秋调到3至4之间，夏天调到1至2之间，这样调冰箱不仅省电，而且制冷效果最好。关注我，知道更多生活技巧。